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主后2022年6月初3，芳芳的祭米。做来听读圣经以弗所书第5章第1节到第20节。既然恁是上帝所疼的囝儿，就学伊言行举止，就有疼心，亲像基督疼咱，为着咱牺牲家己的性命，做芳芳的祭米献予上帝。既然恁是上帝的子民，一切淫乱、污秽，也是贪欲的事，伫恁中间连讲都毋通，嘛毋通讲邪淫、粗俗，也是下流的话，反倒着感谢。着确实在淫乱、污秽、贪婪的人，贪婪是一种会拜偶像，基督甲上帝的国绝对无因的份。毋通互人用空洞的话甲恁迷去，上帝受气，会为着这个代志临到遐个悖逆的人，所以毋通甲迄款人交叉。恁前伫黑暗中，毋过现在已经成做属主的人，伫光明中行做，就有光明囝儿的款式。光明所结的果子，是逐款的良善、公义甲真理，就查出什么是主所欢喜的事。毋通参与伫黑暗中得做无路用的代志，颠倒着甲因暴露出来，因暗暗坎坎得做的，连讲都见笑。一切互光暴露就显明，因为一切显明出来就成做光。所以有一句话安尼讲：得困的人起来，就对死人中爬起来，基督要甲你照光。所以恁的行为着谨慎，毋通做无智慧的人，着做聪明的人。善用机会，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，所以毋通做糊涂的人，着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。毋通酒醉，酒醉会互恁败坏，反倒着互圣神充满。着用诗篇、圣诗、灵歌对唱，对心底唱圣诗甲诗篇称赞主。着靠咱的主耶稣的名，为着逐项代志时常感谢天父上帝。今仔日是农历5月初5，端午节，也就是肉粽节。虽然这毋是咱台湾原住民的节日，毋过生活伫台湾，难免也会对风俗食肉粽。白龙船过端午。端午节起源伫中国，传说伫春秋时代，晋王想要用通婚的名义陷害楚王。虽然屈原极力劝阻，毋过楚王无爱接纳，反倒甲屈原流放外地。后来，楚王果然亲像屈原所讲，互晋王杀死。屈原悲伤非常，就跳汨罗江自尽。楚国人民为着感念屈原的忠贞爱国，爬船要孤伊的尸体，也歇饭完落江，免得遗体互鱼虾甲食。咱看到屈原对国君的忠诚，甚至为了这连性命都毋顾，这是偌尔啊高尚的情操。真可惜，楚王并无明白屈原的疼甲忠诚。
今仔日的经文拄开始，就搁一摆提醒咱，主耶稣是偌尔啊疼咱，甚至为着咱放下性命，将家己做祭物献予上帝。主耶稣对咱的疼，大大超过屈原对楚王的疼，也搁较深。不落假使基督徒就爱效法基督，将家己当作芳芳的祭物。伫规约中所献的祭，若无圣洁，毋但袂得到上帝欢喜，甚至会遭受咒诅。奉献有下注的祭物，减毋是伫亵渎圣洁的上帝。规约中的祭司着为以色列人献赎罪祭，人才会当得到上帝暂时的赦免。但咱着用圣洁的生活表明咱认罪，远离淫乱、污秽甲贪婪，才会得到上帝欢喜甲接纳。关系基督徒的性命内涵，对经文中通清楚发现，是伫谈论具体的生活表现。保罗提醒咱，是爱伫生活中实践信仰，这一点要做会到，其实并无困难。问题点在伫咱是毋是肯去做啊无？伫教会内，相信有侪人信主久久，毋过伫生活中是毋是拢有实践主的教示呢？保罗强调，做基督徒应该有无共款的生活表现。伊对上基本的言语讲起，指出做上帝的儿女，遐淫乱、污秽、甲贪婪的代志，连讲都毋通，也毋通讲邪淫、愚妄也是下流的话。为什么会做遮尔严格的教示？因为基督徒的性命，就亲像是芳芳的祭，是要献予上帝活活的祭。伫第8到14节，保罗讲到光明甲黑暗的差别，也用这种差别来形容信主的人甲未信者中间的差异。袂当否认的，未信主的人伫生活中也有好的表现。总是，咱爱明白的是，两者的差异是信仰性命的问题，也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生活态度是无共款的，做好的目的也无共。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就是一种的祈祷甲献祭。真正信主的人，绝袂是简单用嘴讲讲咧那尔，反倒当是会用真实的疼心，用行动来实践信仰。默想，我伫生活中是毋是有表现出疼心，诚做芳芳的祭献予上帝？我的言行举止有倒一寡需要互主调整的？我伫生活中是毋是有表现出疼心，诚做芳芳的祭献予上帝？我的言行举止有倒一寡需要互主调整的？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求你赦免我生活中毋对的讲话甲行答，搁教示我学习主耶稣的性命款式，互我因为实践信仰，互使周围的人当得到利益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